家好，我是云门舞集的流浪者刘航玉。我是一个舞者，我也非常热爱的跳舞。每天早上呢，我起床呢就把自己准备好，准备呢让自己到舞蹈教室好好的练芭蕾舞。练完芭蕾舞之后，有可能呢跟一些艺术家合作，一起讨论呢接下来的新的计划。例如我有可能跟摄影师合作，有可能跟音乐家合作，然后呢希望呢在不一样的领域呢，用舞蹈来创造出新的火花。大家好，我是云门舞集的流浪者，我叫刘航玉。然后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22岁才跳舞的故事。好的，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苗栗的卓兰镇的客家人这样子。然后呢，大学的时候读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外文系的时候呢，在大学4年级有一个机会到冰岛大学做交换了。然后呢，我的跳舞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样子。我在22岁大4的时候出现在冰岛大学，然后在那边上课。有一天呢，我就问我隔壁的同学，是一个冰岛人，我就说：“哪里可以学跳舞啊？”然后呢，他就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在想说，好吧，算了，既然他从小在这边长大，他都说他不知道哪里可以学跳舞，我也应该也找不到。后来呢，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呢，我那个同学又看到我了，然后呢，他就跑过来，他跟我说：“我知道哪里可以学跳舞了。”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张便利贴给我，便条纸给我，然后呢，上面就写着一个网站。他说这个网站呢是冰岛文，你应该看不懂，不过你可以怎么样？回家把这个网站找出来呢，你就把它拉到最下面，就有 email， 然后你就寄 email 给他们就对了。你就说你要跳舞，然后我就说哦好，这样。后来我回家，我真的把信寄出去了，可是呢，很快的呢就收到回信了。然后呢，可是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对劲这样子。上面写的是 National Ballet School of Iceland， 那上面去写就是冰岛的国家芭蕾舞学院。然后我想说这下糟了，我同学居然叫我去学芭蕾这样子，我还以为他就只会跟我说就是你就去个舞蹈教室上个什么街舞课就好了这样子。后来呢，学校呢其实没有说关于课程的事情。他就说：“哎呀，很欢迎你啊，很欢迎你来，就是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参观呢？”然后我就说：“哦，好，我要去参观。”我就当做这个是一日游这样子，因为这辈子也从来没有去过芭蕾舞学院。后来我就去参观了，可是参观完之后呢，校长就说：“好吧，你下学期就跟我们一起来跳舞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样，好像阴错阳差的样子。然后我就出现在芭蕾舞学院里面学跳舞。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芭蕾舞学院跳舞的男生。大家都可能觉得说，好吧，跳芭蕾好像是女生的事情，男生应该不太需要跳芭蕾吧？似乎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整个芭蕾舞学院呢，就包括我当年在那边学跳舞的男生之外总共呢就只有5个男生，其他呢都是女生。可是呢，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大家呢应该就会有面临2条路，未来的2条路，就是可能之后呢可能要升学，或者是可能呢之后毕业之后就去工作这样子。其实呢，所以呢，在那个冰岛那时候的状态是，很开心可以跳舞。可是呢，同一时间我知道我回台湾要面对未来这件事情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好吧，那回来可能就是找一个工作，然后呢就做到退休，然后就养老这样，这辈子就可能这么样的单调。可是呢，我有一个想法，那既然以后就要这么单调的话，那不如就先去欧洲其他地方看看吧。看看这个另外一个跟台湾很不一样的世界。后来呢，我就到了欧洲旅行了。然后呢，我旅行了14个国家，然后大概将近3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旅行呢，似乎好像很有趣，对不对？到了14个国家这样。可是呢，其实我为了要省钱就是做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旅行这样子。有时候呢，我就是为了要省钱，所以我就买了火车票。搭了夜车，这样就睡在火车上，这样。可是有时候那个火车就是呢，走到可能某一个小镇，然后大概半夜2点3点，然后他就停下来了，然后站务人员就说：“哦，我们没有车了，必须呢，车上的乘客都必须要全部下车这样子。”然后我想说，糟了，没有地方睡这样子。后来呢，就好吧，也没办法，就背着自己的包包，然后就走在路上，找一个就是觉得隐蔽的角落，然后呢就在那边睡了这样子。然后就等着明天早上的火车，然后继续的旅行这样。然后也就是因为我这一趟的旅行，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了很多背包客，然后那些背包客都会跟我说，
生命是你自己的，你必须要为自己做决定。好的，我觉得那些话呢，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后来我回台湾了，然后我就决定呢，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呢，我就准备了考，就是研究所的考试，是舞蹈研究所。后来呢，非常幸运，我就考到北医大的舞蹈研究所。同一时间呢，我考到了北医大舞蹈研究所的时候，我也申请到了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什么是流浪者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有听过云门舞集，可是流浪者是什么呢？其实是云门舞集有一个计划叫做流浪者计划。然后呢，我在2013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云门舞集流浪者的计划呢，到以色列流浪去了。好了，那为什么叫做流浪？因为呢，这个计划里头啊，是希望呢，我们申请到的那个得奖者，能够用自助式的贫穷旅行这样子。然后他要求呢，得奖者呢会到亚洲国家，然后从事至少60天的一个旅行。然后呢，因为是要贫穷旅行，而且是自助式的，所以不能雇佣当地的导游，也不能跟着旅行团一起到当地。好了。然后呢，那领域非常多。我的部分呢是关于跳舞，然后可是呢，当然呢也有其他视觉艺术啊，然后文学、电影、音乐的工作者，或是从事弱势关怀、记忆传承，还有文史工作的一些朋友呢，其实都有机会可以申请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出发前往以色列，学习一个叫做一个舞蹈技巧叫做 Gaga。Gaga 是一个现代舞的一个技巧。然后不过它的特色呢，蛮有趣的。它主要的概念是关于水，就是呢，老师都会给我们一个概念，就像是好，你全身就泡到水里面，然后感觉你动你的手，然后马上呢，你手离开之后就有水，撑着你，然后呢，你再动你的手，然后好像又有水拖着你，不管你动到哪里去，好像随时都有水补过来，靠着你。所以呢，你是会在一个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状况之下呢，舞动自己的身体或探索自己的身体。当然，这个水呢，包覆着全身，在全身的外面。然后，就算你往后躺，后面呢，其实也有水拖着你。当然，这个水的功用非常非常多，除了它在你身体外面充满整个空间，然后可以拖着你之外呢，你也可以用这个水的概念啊。例如水可以进到你的身体，而且你可以选择那些水要从怎么样进到你的身体。例如简单来说，那些水呢可以从我的手指进来我的身体，然后我可以借我的身体让这些水慢慢的流动到我的手腕，流动到我的手肘，甚至流动到我的肩膀，慢慢的呢流动到我的胸腔。到胸腔的时候，其实又有很多路可以走了。你可以控制让这些水进入到你的脖子，甚至到你的头颅里头，好像走到底了。可是水呢，其实是可以转弯的，它可以怎么样？继续下来，再走你的脖子，然后到你的胸腔。那你胸腔呢，其实就很多方向可以走。你可以呢，让你的水往另外一只手臂去，你也可以让你的水怎么样？往身体下面去，到你的骨盆。到骨盆的时候又更有趣了，可以进到右边的大腿或者左边的大腿。慢慢的，你可以选择，例如我要到右边的大腿，慢慢的进入到右边的大腿，然后渐渐的到膝盖、小腿、脚踝，然后脚掌，然后呢，水呢其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呢玩很多有趣的事情。好了，然后呢，那为什么要去学这个 Gaga 的舞蹈技巧，而不是去学其他的舞蹈风格呢？因为呢，这个 Gaga 舞蹈技巧，除了适用于专业舞者之外啊，一般大众呢，完全没有舞蹈基础的人，也可以借由 Gaga 来享受身体。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以前不是舞蹈科班生，我没有读过舞蹈班，也没有读过舞蹈系，然后大学是读外文系的，也是到22岁才开始跳舞。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一般人。然后我在写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的时候，我就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身体呢去实验，到底这一个 Gaga 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以色列住的房子，然后大家觉得天哪，你们家怎么回事？墙壁是怎么样呢？哦，这是因为是我另外2个室友的杰作，因为我那2位室友也是艺术家，这样一个也是 dancer， 一个也是舞者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他是马戏团的表演者，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艺术家住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房子呢这副德行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不过呢，就是外人看应该觉得天哪，你们家怎么回事？怎么那么疯狂这样子？这个就是那个我去的那个以色列巴西瓦舞团，然后这是舞团的一个建筑物这样子。然后里头呢，我们就在里面上嘎嘎课，然后里头呢，如果他们舞团有那个正式的演出的时候，剧场也在这里头。然后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在就是上嘎嘎课的情景。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芭蕾舞学院的学习这样子。芭蕾舞呢，就是比较是古典的一种舞蹈风格这样。然后他追求呢，就是追求一个完美，就是所谓的就是古典的美这样，就是必须要符合就是黄金比例完美的比例，所以大家就把自己呢，好像就是一直追寻到某一个完美特定的完美的点这样子。可是在现代舞里面呢，就是大家呢可以追寻自己所认为的完美，就是你认为完美呢，你就去追；我认为这样的完美呢，我就去追那个。有点像是我们现代人的概念，我们可能不会很希望就是跟其他人穿很像的衣服，对不对？我想要把自己的衣服弄得很酷很帅这样子我比较有风格。我们可能也不会想说我要跟你染一样颜色的头发这样子，因为呢我这样子就变得跟你一模一样，这样我自己就没特色。现代舞也是，在现代舞里头呢，大家都在这边找风格这样，然后我们是透过嘎嘎技巧、嘎嘎这个舞蹈技巧呢，在这里头找自己的风格。我在以色列大概待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主要的时间呢，就是在舞蹈教室，在这个舞团里面呢，跟大家一起学嘎嘎这样子。然后除了就是学嘎嘎之外呢，我有时候呢，也就是趁那个休息的时候，到了希腊、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还有巴勒斯坦去旅游、去流浪了这样子。当然呢，我觉得呢，就是云门舞集流浪的计划给我的收获是什么呢？这其实是我觉得我找到我自己了。就是我找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跳舞。然后呢，我也找到我自己喜欢的风格。不过呢，我希望呢，就是借我自己的就是亲身经验的故事，希望就是各位年轻人，如果你有梦，你有些梦想想要去追寻的话，其实呢，就大胆的放出去，大胆的走出去。其实呢，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就是找到自己的一条路。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